在腦中風的患者，若準會當佇黃金復原期來接受較有強度的復健的訓練，安尼就會當大大來降低失能的風險。健保署後個月開始，就要來推行復健病房試辦計劃，上長是會當提供半冬的整合性照護，預計有1600多人會當受到幫助。台灣已經進入超高齡化社會，也毋過長歲數無代表就是健康哦。根據衛福部預估，今年2026年失能的人口會超過90萬人，啊，那2031年會達到120萬人。為了迎戰百萬失能的海嘯，健保署自7月開始來推出復健病房試辦計劃，上長會使提供180天整合性的照護，讓中風的患者會使減少失能的機會，讓因刷落來轉去厝的，也閣有咧做長照的時陣，攏會使較輕鬆。透過高強度的復健搭配居家環境模擬的訓練，最重要就是它能夠在中風後短期接受高強度的復健後降低失能。健保署表示，這個計劃會以地區也閣區域病院為主，啊那病院需要有腦血筋疾病照護經驗的專任復健科醫師1個人以上，另外嘛需要有物理治療師、護理師、社工等等的專任人員。啊那病床數袂使比30床佫較少，上濟是袂使比60床佫較多，而且應該優先設置咧急性後期照護病房，叫做 PAC。不過，護理團體就煩惱3班護病變也未正式上路，那是新政策欠配套，恐驚會增加護理人員的負擔。人力他要怎麼樣去克服的這個問題，我們現在是看到的是常常都沒有告訴我們大家他怎麼處理，然後醫院要怎麼去遵守。建議健保署應該要審慎的來評估參與醫院的人力及資源配置。同時，也要規劃完善的出院後長照銜接機制。健保署強調，復健病房的試辦計劃就親像復健的補習班，會使讓腦中風的患者出院了後，8按黃金期趕緊來做復健，有機會將過去生活能力給找到轉來，甚至轉去做工課。啊，那目前已經有26間的診所，也閣有病院提出申請，會經北中南東總共8間到10間的病院來做試辦，預估會有1600人受惠。啊，那頂禮拜健保強基會嘛已經通過，會開21億投入護理相關病房的費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